受了这么重的伤啊！我没事。他竟然没死。去找鹰眼，打进双阳来。是，我马上去。痛。既然知道痛，为何要自作主张？万一我去晚了，你就……今日是我莽撞了，我见到贺微澜换了身装扮，偷偷跑出侯府，没有多想便跟了出去。但是我有特意留一手，让丁丁帮我报信儿。还敢狡辩！若我没有及时回府，等你的丫鬟找到我，你早已成了一缕孤魂了。受人之托，重人之事，我还不是想着把事情办好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我便可以早日跟你和离，我也可以早日离开侯府，重新开始。你就这么讨厌我吗？夫人为了离开我，连自己的命都可以豁出去。疼，我的手疼。抱歉。侯爷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？什么叫你就那么让我讨厌？我是怎么嫁入侯府的？婚后又过的什么样的日子？这短短不过几月，你倒是忘得一干二净。任何一个正常的女子，面对动不动就威胁自己、伤害自己的男人，不是要离得越远越好吗？我没忘，我欠你的，我会想办法弥补。我没有受虐倾向，但是我接受你对我的补偿。侯爷只要遵守诺言，事成之后放了我，便皆大欢喜。很好，一个不被感情所束缚的人，一切都可以随心而为，不委屈，不妥协，不牺牲。你以后要一直这样，未来的每一步都为自己好好打算。那是自然，毕竟这世上只有自己才是最靠得住的。放下吧，我帮他上药。这有侯爷在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来。这几日，你好好休息，什么事都不要做了。范星辰越狱这件事，既然牵扯到了他，势必有一番争斗。他这个人心胸狭隘，睚眦必报，还是小心为上。只有千日做贼，哪有千日防贼的道理？他与贺微澜之间必有关联，不如我们再加一把火，把他们都逼出来。记吃不记打。此事按我说的做，你不要自作主张，我会想别的办法。记住了吗？说话便说话，离这么近干嘛？今晚我会守着你，你好好休息。他和以前好像不一样了，是替我担心，还是担心我坏了他的事？小姐小心点儿。大嫂，我听说你又受伤了。你说你这是什么命格呀？嫁入侯府之后，3天2头不是手断了，就是身上伤了。要我说，
你要不还是去趟延庆寺吧，找大师看看，帮你改改命，可不要克到我们。多谢小姑子关心啊。这说来也是奇怪，我在没有嫁进来之前，身强体壮，平日里连个伤风都没有。但我自从嫁入你们家之后呀，我就没有全息全影过。且不说这个，就你二哥那档子事儿，就差点祸连全族，身首异处。你说的没错，这威远侯府呀，定是有什么命中之劫，确实该找个大师好好看看。你说什么？我也是倒霉，第一个被你们克着，这往后日子还长着呢。小姑子，你该跟祖母好好说道说道，解决此患才行啊。你少推卸责任，我们侯府可是百年勋贵，怎么可能克到你？还不是你。沈姐姐受了伤，我们是来看她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这是我亲手做的补汤，活血化瘀，对你的伤有好处，你务必要试一试。不行不行，我们夫人不会喝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的。哼，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薇兰姐姐，我们走，根本就不领情嘛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装什么好人呢？大嫂，你就是这么管教你的下人的吗？丁丁，怎么能说黄鼠狼给鸡拜年呢？就算人家贺姑娘是黄鼠狼，我也不是鸡呀，这说着多不好听啊，是吧？夫人，你就不怕这汤真有问题？贺姑娘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做坏事怎会让人随意发现？若这汤中真有问题，这不白白把把柄送上门来吗？沈姐姐果然慧智来心，机敏过人。可惜，就差一点儿，就能送你下去见阎罗了。下次可就没那么容易逃过一劫了。沈姐姐要是喜欢，每日我都做一碗送过来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们是来看大嫂的。方才她喝了薇兰炖的补汤，就吐血了。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什么补汤？只是些当归、黄芪之类的补益之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会。我发誓，这汤里我真的没有加别的东西。滚！从今往后，谁都不准靠近他。啊，好好好，我们再也不来了，再也不来了。哎呀，快走吧，他发起疯来我可管不了。你怎么样？哪里不舒服？我去叫傅姨。我调配的血包，以假乱真，还不错吧？你甜的，你在搞什么鬼啊？我说过，还需要再加一把火。我不想听什么大道理，我只知道，我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做到。还真拿你没办法。既然你帮我点了这把火，我便承你这个情。现在，我再去浇把油，让它烧得更旺。你便这么在意他吗？修修哥哥，今日之事，今日之事，我相信与你无关。
我就知道你不会随便冤枉我，你心里还是有我的。该说的我都已经跟你说了，我来是有其他事情跟你说。何事？我在城郊购置了一处2进的宅子，你收拾好便搬过去吧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要将我赶出侯府？你与我不适合住在一处。有什么不合适的？是不是沈渊只说了什么？是他逼你的，对不对？这世上，只要我不想做的事情，没有人能逼我。他受伤需要静养，我不希望你打扰到他。我躲着他还不行吗？你在一日，他便心烦一日；他心神不宁，我便心烦意乱。所以你不能待在侯府。范星雪，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他笑你笑，他哭你要跟着哭吗？他沈渊只随便一个举动就能让你失魂落魄，不知所以。便是以前心悦我时，你都不曾如此。我怎么没发现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痴情种呢？随便你怎么想，好好收拾，3日之后我便送你离开。范星雪，沈渊之，是你们逼我的。祖母最近家宅不宁，二哥又……还有大嫂也是，3天2头受伤。你说，咱们侯府会不会真像大嫂所说的那样，受了什么诅咒啊？他沈元芷的嘴里能说出什么好话来？既不尊长，也不爱幼，自己就是个倒霉鬼，还要连累我们全家。如果真的有什么诅咒的话，咒的也是他。您别生气，沈姐姐说气话呢。不过什么？不过一段时间内接连发生不好的事，却未不祥之兆。我听延净寺的大师说过，这种情况需全家上下去庙中抄经祈福，点长明灯方能化解。是吗？大师真的能解？哎呀，祖母，宁可信其有啊，要不咱们还是去趟延净寺吧。可是你大哥未必能同意呀。您和大哥好好说说，他看在您的面子上，肯定会同意的。务必把沈姐姐也叫上，全家一个也不能少。行吧，杏桐，此事就交由你来办。祖母，我办事，您放心。阿弥陀佛，各位施主已经准备妥当，请随我来。
好晕啊！真相有异。封四门。大哥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快救救我！我们中了迷药，短时间内会肢体无力，只能等人发现不对，找过来。造孽！到底是谁跟我们侯府有仇啊？二哥，是你绑了我们！星辰，你快放了我们！大家都是一家人，有事好好说啊！什么一家人？那种有福不能同享，有难我一个人担的一家人吗？二哥，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你做下那等事，差点连累全家，你还有脸怪我们？星辰，赶紧把我们放了吧！不要错上加错，执迷不悟啊！我执迷不悟？要活命的话，都给我闭嘴！上次让你死里逃生，这次不会有人来救你了。要杀便杀，少废话。今天我心情好，你不是最惜命吗？给你个机会，如果你们2个人中只能活一个，你要选谁啊？夫为天，你要以大局为重。你能为我侯府牺牲，等到来日，老身定向皇上禀明，赐你一个诰命，风光大葬，入我樊家祠堂供奉。祖母，你想多了吧？人死如灯灭，一条命换死后荣华，我为什么不活着的时候享受呢？樊星雪，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只有我自己。你可以怪我，但我的命只有一条，我是不会为了你牺牲的。你真是不要脸！我兴许哥哥对你那么好，如此薄情寡义之人，兴许哥哥，你还没有看清他的真面目吗？让我选，我一定选你。为了你，我可以豁出一切，甚至是我的命。我才是真心爱你之人。够了，死到临头了，还在这儿上演痴男怨女的戏码。既然他选了，那轮到你了。如果这2个女人只能留一个活口，大哥，我很好奇，你会选谁啊？你的好奇心未免也太重了吧？你以为你这样耍弄我们很有趣吗？却不知口舌成祸，言多必失吗？樊星辰，你这个人的嘴还真是让人讨厌。你不是让我选吗？我2个都不选，我选你。我要你的命！贺薇兰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连骗你都不愿意，你还不死心吗？樊星辰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们认识？这还没看明白吗？他们是一伙的。你到底是谁？为什么要害我们？蔚蓝，你是……不可能的。你们还真是够傻的，这还不够明显吗？
你说的没错，输赢不在你我手中。你们到底在说什么？其他人呢？他们在安全的地方，终于只剩下我们2个人，可以好好的谈一谈。从头至尾，都只是你设的一个局。繁星辰通敌叛国，勾结外邦，你和繁星辰串通一气，你是细作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事已至此，还有伪装的必要吗？你既已占了上风，为何不打开天窗说亮话呢？你猜的没错。所以你假死是为了他。我需要摆脱细作的身份，这样便可以重新开始，真正的常伴他左右。于是你将计就计，索性暴露自己，让九公主对付你，甚至让你的主家认为你不堪重用，想要杀人灭口。不管是出自谁之手，你都可以假死避祸。是又如何？我从没想过害任何人。哼，好心计！你明知繁星是睚眦必报的性子，却想不到他会为你复仇。他为爱痴狂，对我一往情深，我总不好怨怪他。这么漂亮的脸蛋儿，毁了可就不好看了。你如此聪明，大家又都是女子，存世不易，你就当帮帮我。没了你，他就会慢慢变回从前。你笑什么？我笑女子存世不易，还要用道德仁义来互相绑架。若你担心繁星绪移情别恋，杀我不如杀了他。人只有彻底死了，才不会变。你舍得杀他？我舍不舍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你愿不愿意骗自己一辈子？与其为了一个随时可能会变心的男人，伤害同为女子的我，不如我帮你一起解决了他。你要是不舍得杀他，阉了也行。有意思，真是有意思。怪不得他对你动心，还真是个妙人儿。你让我消失，只会让他爱而不得，念念不忘。只有让他痛恨我、厌恶我，你才能真正放心。别以为你说几句我就会放了你，你注定是活不了多久了。但你放心，你今日这番话，姐姐我是听进去了。若他真如你所言，在你死后对你念念不忘，那我便送他下去与你作伴，如何？赢与输都不在这间屋子，也不在你我手里。这样吧，在我死之前，我帮你完成一个愿望，如何？什么？你竟然是细作！是我异想天开，以为有真心便足矣。但很多事情，有真心是远远不够的。所谓真心，
却掺杂了太多杂质。我不可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贺蔚蓝，念在你我相识一场，你悬崖勒马，弃暗投明，我可以争取放你一命。是我输了。只要活着一日，便不算输。妇人之仁，何为兰，答应你的事我都做了。既然你舍不得杀他，那便让我来吧。今日你们都得死。范星辰，你疯了！他的目的从来都不是逃跑，他想跟我们同归于尽。二哥，求求你放了我们吧，一个人死就算了，废话少说！你想干嘛呀？你们没中迷药，怎么样？为你准备的这一切，放我走，不然我杀了他。我可以放你走，但你不能伤害他。往前100里，出了山驿关，便不是大燕的国土。你走吧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你不杀我？主谋已经伏法，该杀的、该查的，都已经差不多了。对于逆谋案的线人，我有权酌情处理，放他一条生路。你知道？你死后，我便收到一封匿名告密信。信中将潜伏在大燕所有的细作一一罗列，替我省去了不少功夫。这封信是你送的吧？我只是想重新开始，所有知晓我身份的人，我都不能让他们活着。所以等范星辰入狱之后，你才敢现身。我怕再晚一点，你就爱上别人了。没想到，还是晚了。明明是替我报仇，你却爱上了他，真是可笑。我与他之前，只是为了查清楚真相，做戏罢了。你我之间，便当作从未相识过。从今往后，好自为之。客官，上来歇脚吗？喝杯茶呀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啊，那个。您那个伞怎么办呀？瞧一瞧，看一看。糖葫芦嘞。就那个。这个。拿来给我看看。来，给你。我最喜欢血色。母亲还在的时候告诉我，人活着当有唤起一天明月，照我满怀冰雪的坦荡。京城的雪和漠北的雪完全不一样。你到底曾经是心悦我，还是心悦我模仿的那个侧中人呢？
敢在我面前宣誓主权？凡心虚心悦我，即便你是公主又如何？又如何？我是天上云，而你只是地上泥。你我之间的距离，是你这辈子都跨越不了的。同样，你与威远侯也绝无可能。好，那我便拭目以待。到底是你这位公主手眼通天，还是她能护我周全？你。你与他之间清清白白，你看他的眼神，容不下第二个人。知道他用我一线不顾一切去救他，你明明早就爱上他了。范心虚，我不会提醒你，就当是我的嫉妒心，最后给你的小小报复吧。你倒是有情有义，给他留了一条生路。他告发有功，将功抵过。究其根本，我们只是各为其主罢了。你到底是怎么确定他是细作的？这不是……他不是大燕人，他过往的经历都是东拼西凑，大多都是来自这本子里的故事。这不是故事，这是……是什么？所以你爱上的是他模仿的这个册子的主人吗？我不知道。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到底爱不爱？你不知道吗？他这个人，在感情上和我一样迟钝、愚笨，他不知道也很正常呀。哎呀，烦死了！他爱谁不爱谁，因为什么爱上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烦心？对，与我无关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现在只要顺利拿下和离书，就可以离开威远侯府了。对。谁？是我。很晚了。我有事找你。什么事啊？答应你的。和离书。这是库房的钥匙，按约定，你可以拿走一半的家产，还有嫁妆。你真的要履行诺言？你觉得我会毁约？不是，我只是没有想到你这么干脆。
你不会是因为贺微兰的事情刺激到你，不管不顾，想当个三才童子吧？不想要了。怎么会呢？既然你如此大方，我自然是却之不恭。那明日我便不送你了，夫人。你后悔知道真相吗？他已经洗白了身份，你只需要睁只眼闭只眼。我觉得他对你是真心的。若我是个普通人，我可能不会追究，可我不是。在其位谋其事，我背后是整个樊家还有大燕。我输不起，一切不合理之事发生在我身边，那都是阴谋。对了，今日你在马车上问我的事情，我还是没有答案。或许我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喜欢他，或许他对我确实有过真心，但如今这一切都不重要了。以后我们也不会再见面，你可以过回平静的生活了。那本册子的主人是我不小心遗失的。我一直觉得我和他在某些方面莫名其妙的很相似，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是因为他捡到了我的东西，所以你爱上的是个真实存在的人，而不是一个虚假的。我发誓，虽然我满嘴谎话，但这次我真的没有说谎。我知道。你知道？自从我捡到那本小册子之后，我便知道是你。范星雪，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你了。我不走了，我要留下来。
你不是说过，你不会爱上伤害过你的人吗？是，我以前是很恨你，恨你太狠、太绝。可是，在真真切切接触、了解，以及经历生死之后，我就不那么想了。退一万步来说，若不是因为我脑子不清醒替别人顶罪，你也不会。我不管，在你说我们以后再也不会相见，我突然感觉很舍不得。范星雪，我喜欢你，虽然还没有到爱的程度，但我真的很喜欢，很喜欢你。我这个人不喜欢拐弯抹角，藏着掖着。我既然知道喜欢你，我就一定要说出来。可是，我不确定。对不起，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。我不想欺骗你。我现在很混乱，我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爱一个人。你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不知道是不是喜欢我，但不代表你并不喜欢我。如果不是，我不想再伤害你一次。傅全，我虽然在感情上受过伤，但我并不脆弱。我会让你看到我的心意，我也想让你看清楚你自己的心意。别推开我，好好感受一下。好香啊！大嫂，大早上的你亲自下厨啊？是我最喜欢的鸡汤面。哎，好痛！这可是我给你哥准备的。我大哥什么好吃的没吃过，他才不在乎呢。大嫂，你心里是不是还记恨我？我错了，我是真的不知道贺微澜是个坏人，这才着了他的道。只有这样吗？干嘛？起来！大嫂，我之前确实是看不起你，我觉得你离经叛道、目中无人，根本配不上我大哥。直到这次延庆寺的事情，我才发觉你临危不惧，处变不惊，在我害怕的发抖的时候，你却还能谈笑风生，为大家争取脱困的时机。大嫂，不，沈元芷，即便你不是我大嫂，也是我最羡慕、欣赏、最想成为的人。对不起，你能原谅我当时的无礼和傲慢吗？你先起来。不，你不原谅我，我就长跪不起。你方才还说羡慕我、欣赏我，想成为我这样的人。那你便应该知道，像我这般的人是不会被这所谓的礼仪绑架的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好了好了，不逗你玩了。我从未恨过你，何来原谅啊？真的？旁人的喜欢还是讨厌，都与我无关。大嫂，你好厉害啊！我也要像你这样洒脱。我没有什么厉害的，我也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子罢了。不，你不一样，你和那些以夫为天的闺阁女子都不一样。天下女子只需如同男人一般，读书明理，争强好胜，不放弃对任何权利的争夺，在不伤害其他人的前提下，一切以自己为先。她们也会是洒脱、自由，不困于后宅的闺阁女子。
我和他们没有高低之分，只不过比较幸运，先一步知道了这个真相而已。这样我还可以下一碗，你要想吃的话。想吃想吃。这太好吃了吧！是我，抱歉。以后没有我的允许，别来我房间。什么你的房间，我的房间，我们是夫妻，自然要睡一间房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要搬过来跟你一起住。不行。我帮你。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履行一个做妻子的义务。你放开我！我警告你，不要跟我玩火。你还真是不懂怜香惜玉，不过也好，证明你对那些投怀送抱的女人不感兴趣。我的眼光真不错。哎，我做的，试试看。我不爱吃面，别白费心思了。接受我对你的好意，就这么难吗？出来！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说过了，我们是夫妻，自然要睡一间房。穿好衣服，别胡闹，快回去。我曾经背你几里路，你背我一下又怎么样？下去。红了，害羞啦？
我说过，不要再和我玩火。回去。一个女子放下自尊还有矜持，讨好自己喜欢的人，最后还是被拒绝了。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。樊星旭，你错过我，一定会后悔的。快点回去。ren志，你怎么了，ren志？我自己想知道一个答案。什么答案？你对我和有过一个东西。我跟你说过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喜欢，就像你之前那本小册子。我都不知道我爱上的是真实的一个人，还真是何蔚蓝模仿的你。世界上那么多人相似，难道每一个我都会爱上吗？所以我还没找到答案，我才没办法给你答案。你这个人杀伐果断，但在感情上如此妥当。我喜欢上你，真是死不瞑目。ren志，只要你能活过来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可是已经晚了，对不起，ren志。你说的。说了可不能反悔啊！你又骗我！我只是想知道你心里面的想法，也想让你认清楚自己的心意。但是你一直逃避，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出此下策了。刚刚那个黑衣人是鹰眼吧？连我的心腹都收买了。你知道？他跟我那么久，我会不知道吗？看到你浑身是血，我确实有一身心慌。但仔细一想，
血液飞溅的痕迹，还有你的反应，都不对。所以你刚刚那么伤心难过的样子，都是在陪我演戏了？好玩吗？和我在一起，如果后悔了怎么办？后悔了，那在河里便是了。难道我一个女子，没有男人就活不了了吗？我是喜欢你，但是我更爱我自己。之前樊星辰让我做选择的时候，我选择我自己，我是真心的。说再来一次，我还是会选择让自己活下来。再说了，我才刚嫁入侯府，一点夫人的便宜都没占着。不行。好，那便试一试，夫人。侯爷，我也是为了你的幸福着想，才从了夫人的。大哥，大嫂可是我的人生导师啊！你要是敢辜负她，我第一个不饶你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别打扰小两口亲热，我还等着抱重孙子呢。哎呀，快走快走啊！哎，走走走，哎走。哎呀。